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道美食呢是干烧大黄这道菜花。的主料有大黄花鱼，辅料有雪里红、毛豆、五花肉，调料有姜、蒜、米醋和酱油。第一步，五花肉切成条状，雪里红切成小段儿。需要提醒您的是，雪里红在切之前要用热水焯一下，可以去除多余的盐分。第二步，锅中倒少许油，加入五花肉煸炒。当五花肉变色后，依次加入雪里红、毛豆、姜丝，倒少许米醋后继续翻炒。当炒出香味后，加水和黄花鱼，放入蒜瓣、酱油调味。需要提醒您的是，加入的水只要没过黄花鱼即可。第三步，盖上锅盖，关小火焖至10分钟。当剩下少许汤汁时，加水淀粉勾芡。